巴西大联盟党的主席穆斯塔法·德斯蒂西在纪念活动演讲中说道：“在这重要的日子里，没有忘记东突厥惨。东突厥惨维瓦人是我们的一部分，现在正在遭遇中共政府的严重欺压破坏。对此，我们无法自由呼吸，因为东突厥惨也是我们的故乡。每个穆斯林生存的地方都是我们的故土。今天是统一和平之日，希望每个穆斯林受到应该享有的权利。”巴基斯坦决定重审或重新谈判在中国“一带一路”倡议下达成的协议及投资项目，并重新谈判10多年前签署的一份贸易协议，称该协议不公平地让中国企业受益。美国非营利智库全球发展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，“一带一路”造成债务风险最大的是巴基斯坦，另外还有劳过、马尔代夫、蒙古和塔吉克斯坦等国。而塔吉克斯坦由于无力偿还债务，2011年中国免除其债务，以换取有争议的土地。斯里兰卡前总统败选后，新政府却难以偿还旧政府拦下的债务，背负着严峻的压力与中国进行了数月谈判，最终交出了港口以及港口周围的15000英亩土地，租期为99年。美国官员报告了有关阿富汗局势17年的错误信息。根据《纽约时报》报道，自2001年以来，美国官员通过发布关于阿富汗局势进展的压倒性和虚假报道，误导了公众。美国表示，阿富汗政府控制着该国的56%，这与政府只控制了29%的事实不符。据俄罗斯叙利亚和解中心表示，9月8日，美军2架 F-15战机在叙利亚德尔佐尔省哈金镇使用了磷弹进行了空袭，引发了大规模火灾，造成的伤亡尚在统计之中。当地时间6日凌晨，日本北海道发生6.7级地震，多处发生建筑物倒塌和山体滑坡，出现大范围停水、停电及交通瘫痪。日本地方官员9日晚在记者会上表示，北海道地震已造成42人死亡，2人失踪。